乡亲朋友，一困过後啊，轉到嚟節目當中咯。咁頭先我來同大家來講到嘅部分啦，嗬，即講對大家生態嘅部分，兩公家咪動關係嘛。所以來啊，你面農一個天氣哦，我本見到行較好，我本一個蔬菜嚟往土地行較好啊，嗬，你生態部分當重要咩？嗬，從你自家按用可以使用一個有機嘅方式來種植哦，你自家要去觀察嘛，我講一個生態嘅變化上來形容嘅。從禮拜落太嘅時節行喺天橋地區啊，就嗰啲你上樹嘅行喺河嘅怪生啊，係啊，河嘅生因比人哋落嘅生行過大。哦，就咁談一下就可以溝通啊，哦，就而家堅持嗬，就有那種期待啦。嗯，係啊。好，估做一個生態嘅一個變化，還係有啦，自家本身啦，嗬，可能頭擺唔使去注意到呀嘅部分，也下咧，慢慢咧又咪冇去注意咧，嗬。可能講到一個生態部分當然，你頭先提到嘅，你自家種嘅東西，為了消費者來做互通，或者本見到自家去銀行來摘，嗬，你都就有按用一隻按嘛高鹽風、高合法嘅時間，你都係乜嘅意思啊？就水果嗬，自家紅啊，自家慢慢紅，咪講係就以禮拜紅、禮拜熟嘅時間能摘下來。禮拜紅、禮拜熟，爭來，然後佢摘下來，爭來食嘅意思。哎呀，應講到主要就係你到2-3年來做，來留消費者做互通嘅判日條發通。判發通當中，你都唔單止係食東西天天，係將一個面農一個你都會殺氣來收幾本幾多。從廿時節嘅發通嘅一個設計嘅時間，你都用嚟去留文化啦，還個留人哋嘅生態啦，還個留按用一種有機嘅觀念嚟做一個結合嘅。其實就我哋在設計嘅部分啊，就要加上客家嘅文化、客家嘅建築，嚇，最主要也本來嘅人吼，確定是面農一個地方，其實貴到好高嘅地方，但是大部分來就。第一，也就是石板誒，錯，所以一個棉花板，錯，係棉花板，大家都來到面農天所上得到嘅，係是棉花板是黑的，就貴嘅大部分的人，哎呀都冇了解面農啊，都知道面農搶棉花板天天，所以我哋早期在設計時節啦，就會考慮到客家文化、還有建築，還有生態部分，係，所以我哋就是地攤生態旅遊，就去叫它茶嘅方式，好，肯定是一個地方，係。哦，就去一個吃行茶、天馬嗬，夾拖茶落去認識一個面農一個蔬菜一個你到嘅總頭度啦，嗬。頭先提到嘅一個面農當到嘅後生人賺到自家嘅一個故鄉，希望講個面農變到行較好咯，嗬。那當然，到面農一個蔬菜記得咩要一到嘅一個團體嚟，嗬。而到2-3年咩要加入一個團體來落成去做你嘅沙期嘅工作，係嘛嗬？一個當時就係我加入嘅時節2-3年。要討論過講，我參加呢站喎，你講我參加乜樣性質嘅嘛？其實一開始冇啦，係啊，從我哋嗰類工作嘅時節啦，我嗰陣時啲種木瓜，對沙期嘅時候冇去安尼考察，係啊，然後比如講有擺出因為談到嘅係你種吧，你有講係講哦，金邊部啊，安尼總頭嘅講乜嘅啲黃雅湖嘅種乜嘅自然公園。你像家呢都好有限於談觀啦。都沙期要當第一講後，人哋沙期要成立嘅人哋解說班。哦，解說班。意思人哋能教你。嗰種人都本來嘅一個部分就係本見到地講，見到入邊嘅文化各方面係自家設計、自家所啲嘅，一下都要一個導覽嘅班來開班嘅，教大家來。所以講導覽解說。邊係講嚟啲弄到哋去結合啦，比如講係地類嘅東西嘅時節，就像上晝講嘅你果蘭紅商業食堂嚟嘅東西嚟講，邊係可以做有機嘅，比如講，嚟嘅認證哦，係你人客自家行到嚟天橋嚟地位，可以來做認證，來講少講，嚟安尼係你用嚟去對待係你農作物，嚇，嚟嘅環境係你用啲經驗，嚟比而去看係。哦，可能話嘅合格標章嚟條，後來都嚟講行較好。係，還有因為你自己學意識到東西，攏嚟嘅天橋地位生產出來嘅。係，係，比如講，你就，因為講呢種工藝就會冇相同。
真是。有的菜係你自家親手去採收嘅啦，可以用嚟媽媽去嚟煮，因為你看到嘅就係人講嘅一個鳳樣，係所以講啲木瓜就安尼，總係做講嚟嘅做得安尼用，做安尼來。看哦，就係本期到自家親身來體驗來了解，也都係最好嘅認證，嗬，唔係講人哋去檢驗啦，也係講到乜嘅政府機關嘅一部分，自家來認證咩嗬，好也唔好按用都啲嚟啦，嗬。好，你講到係啊，你見幾多年食嚟嘅東西，就譬如那個麵啊、那個菜啊、那個木瓜，根本有啲人連木瓜酥上一樣嘅，上到樣嘅就唔啲。係啊，就譬如講我上一樣嘅，根本你嗰度生嚟到可能唔啲哦，就透過那種方式拉近人與土地之間的那種關係。一份情感都出嚟啦，唔係講人老土地喺呢度度。係能分開，因為可能見那個時代嗬，人跟土地係你分開來嘅，係啊，所以講安尼一下食物會按到問題就安尼，根本唔了解講，誒，多代呀生產的過程用嘅來，比如講食到嘅唔係食物，好像食品，咁加工過嘅。真係加工過係啊，所以食品合到。我做嚟嘅嗬，譬如講種作嚟就主要一講嚟提供嚟講，誒，對講係你食啲東西應該係你食物。唔係食品，係啊。我估講也發通係結繳嘅時間判100，一張嘢100，也係一個月100，結繳判100用嘅發通。其實我哋見年齡冇按多啦，年齡咩唔足，係，所以大部分就是接受團體嘅預約安尼。所以先留打電話，然後你就我哋主管講啊，呢時間我來嚇，即係我本來都要來做一天啊，真是然後其實也做係一啲你就做啲事前來做一道安排啊，嗬，用爭做啲本來有下豐富啲嘅，好，就一部分，除咗野道之外啊，嗬，嚟減人老土地嘅情感之外。而還要做乜嘅？人講乜嘅？藝術創作嘅部分啊，點樣嘅啊？主要提我講加入解說班後，除咗講藝術之外，哈就開始接觸嗰啲沙器演奏嘅部分。來接觸沙器嘅演奏。立美化開始哈，語言就安尼總公司就底下講還會做石雕嘅那個部分，好，所以佢就開始做一些裝置啊。一開始你講係看安尼九重林，吼，就安尼公林裡嘅橋嘅地面。我嗰隻沙器按照叫姜啦，係個上隻絲啦，就提供嘅立美化嘅，因為佢常常係按簡單講嚟做唔好，係啊，咁樣做就做到方式，所以做到方式，像你下看到嘅也係乜嘅？那個就是立美化，就嚟就係安尼務農蝶，吼，就個鋼鐵人誒蝴蝶吼，安尼鋼鐵喺嚟好辛苦，吼就坐下嚟休息啦呢。哦，坐到順堂來休息，一下日集嘅一個作品係。你想到就安尼就一隻。鴨嘅。係鴨嘅鴨翅膀。用鴨嘅。係用鴨翅膀。嗰個鴨條全部都係變到古天嘅素材，本然來到入邊做啲看得到，做啲真到來做啲看天做啲要做其他用途嘛？有啊，係啊，像大家出去年體驗啲美容田園音樂節時節吼，一定嚟做啊。你做嘅也係像個種子藝術。係應該係一種幹練咧。幹練咧，即係你講變到天橋地位，對講黑料嘅嗰度嘅，然後本嚟都黑唔會話嘅，一下看到嘅咧。係嘅，你他的作品名稱叫守護蝶啦，每年吼，嗰度後生嘅攏會嚟到美容，後來天數嚟保護嚟嘅環境，後來參與嚟嘅黃蝶季。哦，對我嚟講，研究嗰啲蝴蝶嘅化身啊，就鼻骨嚟用嚟，就種天美先生就講用一個鼻骨嚟，用一個鼻骨嚟，用一個鼻骨嚟。哦，而就對一個用一個鼻骨嚟嘅牙紮。化身，所以講而家你看到而家嘅翅膀嗬，而家企喺條前嗬，就我就唔似想係用一個用嘅，係啊，嗰而那個人形嗬，就輪輪胎身攏有啦，所以講也是，它是男的也是女的，好，所以整個是結合在一起這樣子。哎呀，一下也就係啊，那個用到天下下，用到天下下時節生意嚟，哦，我做啲按用嚟到嘅，很多看天燈嘅雲，係啊，嚇，做啲相思前嚇，那個環境係你安全嘅，自然嘅。哎呀，一隻咧，係就係你傳統青年黃蝶季嘅時節，你配合一些裝置藝術，係。古時係發現哦，而家用嘅按到嘅一個裝置藝術嘅部分啊，嗬，有一度全部都係留人哋用嘢嘅有關咯。所以人也會叫姜拿嘅沙器，也會連人都用嘢嘅和風器叫幾嘢。
主要叫呐，大家沙溪就是黃梨出湖。好，因為黃梨出應該講黃梨出湖就係安尼沙溪地區叫呐。古上年頭都係叫嗱沙溪地區，都就早啲看得到人嘅一個用一嘅，就係用大家就當然來看嘅一個網貼嗱就錯嘅。係啊。好，都年頭嘅沙溪地區度，古上年創作嘅一條部分全部哦。就係按你嘅一個用一嘅為主，一個為主。除咗一部分之外啊，嗬，你創作嘅想法大體係設計上嘅，也係有留沙溪嘅人大家來，整個打造一個交通樣嘅來想出來。目前咧創作嘅嗬內容，攏應該跟土地嘅那種情感，應該三不五時，咩三不五時？三不意思。係，就是從我去黃梨出湖地區去行那條溪谷啦，我會反安尼北山一條，係啊，我會做安尼動物監測安尼，就比如講，那一開始係用安尼用一個做一個主題，係啊，主要有講述到講，嗰度地區嗰度。安尼豐富嘅生態。哦，真係古時按一個叫嗱沙溪，也要一個協會做係最主要按來推動嘅，就係一方面嘅工作。係啊，因為講從黃梨之後咧，從你泛水庫開始，然後呢度講係保護嚟嘅環境，和嚟嘅生態。慢慢嚟講，更要進行講一個藝術嘅形式來進行。係。對啊，所以我其實係做嚟嘅嗬。有 video 講，既然係要嚟嘅能力，係就嚟用嚟嘅方式嚟共同來參與。我等於說，係那個在地的居民。錯。係啊，本身我不是一個那個所謂的專業班的那種藝術家。係。啊，可是這個就是我。設計嘅用心嘛，嚇，都日本土地嘅。用那種方式嚟，從譬如除了講平常，安尼用設計腳嗬去行嚟個土地之外，好，我用嚟實際行動去參與社區，然後做嚟條。裝置藝術啊，係啊，而到一下嘅一個，所以講沙溪嘅一個，像講團體來講，人數有多嘛？有幾多人？哦，人數多，應該講該無限啊。10個人，哦，嗰度10個人就愛嚟做按道一條路咯。哦，真係冇按過嚟，上來啊！嗬，要推通呢條路，人家下聽真個繼續來留大家嚟講到，成多兩位去看下，聊下來。